其实他自己也不断的去作为一个提点自己的情绪尤其他在服务业，所以他遇到了形形色色的人很多当然有的没有在修有的是常人一般的人有的修养可能不是很好但是遇到这些人，我们怎么样去相处？怎么样去应对这个真的也是他要在这个职场里面去面对的。那刚才他提到这个笑话其实或许认为啦因为我们在修道当中尤其有亲口的人也，他是不可能去讲脏话，即使内心有脏话你也不能讲当然这是一个笑话，就是我们的心境里面真的思想也好，观念也好，都是要很清净的那这些人跟人当中，像我们在读六祖坛经，其实它是二元对立的有好就有坏了这个怎么样去应对像我们刚才提到了，我们要用平常心真的去面对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那接下来是不是可以请慧萍浅浅跟我们分享一下？好，后学在。点传师、各位领任、副领任、副处长还有组长，各位前贤晚上好。那今天老师的词训就是以身示道是最好的教化。那这个部分呢，就是要叫我们自身要依个标准，然后来显示这个道。那所谓的教化，或许觉得说我们从最小就是一个家庭的单位来看，你看我们父母的，就是他显示的身份跟他的言行，是不是就会很容易去影响他的小孩？你看，就是每个人的一个，就算一个小单位，我们也都能够去各自去影响。所以我们其实本身所显示出来的那个行为跟他的言行举止就会给别人有多多少少的一点影响。那所以我们要以身示道，就是做最好的榜样。那你 copy 出来的尤其我们会想说，我们的下一代，当然是我们希望他能走的路越来越好，没有人希望我们的下一代越走越不好。所以呢，我们标榜也还是就是我们需要有做好的榜样给小孩子看，那不然这样子 copy 出来，好像不好的都很容易学得到好的好像就不容易学这样子。那所以就是说，我们在修行的过程，就是在累积我们的内外功。那这个就像成绩考试一样，我们的功力是累积出来的，那就是在慢慢点点滴滴中去产生。对，那所以我们就是说，其实后学觉得说心境，因为我们从学习，后学也觉得我们学习过之后，其实这个心性才是影响我们的一些行为跟外在。然后呢，所以我们为什么会产生脾气毛病？这个脾气影响的部分，就是因为可能我们修行的火候就是不够，看到任何事情或听到什么事情，可能就不入耳不入眼然后就容易生气。所以呢，修行最大的一个功夫，就是要改我们的毛病脾气。那这个脾气越磨越远，那你看我们看到的人事物是不是就会更不一样？或许想想也是真的是非常有道理因为像以前看可能就是觉得说好像怎么看有些就不是很顺眼，可是现在可能也这样子慢慢的累积，
有时候就觉得说，哎，这个也没什么，那个也没什么，好像很多事情就无所谓这样子。那就是后学也觉得说，其实就像后学也分享一个，就像后学在公司也待很久，那以前都会觉得说，刚开始的时候，后学就觉得说啊，时间有限的，在一天的工作时间都很有限，就很想赶快把事情做完，其实就会忽略了很多事情。然后呢，其实别人的感受，我们像跟客户都是靠着电话这样子说，或者是mail这样子的来往。那mail上那个邮件可能还文字啊，我们会经过修饰啊，可能还感受不到。可是光我们用这样子用电话沟通的部分，对方虽然没有看到你，可是他就会感受你的的作为，还是说你的这个人的口气好像不怎么样，还是怎么样的情况，他就会给你一个论断。后学就曾经就是已经很久的事情了啦，就是以前在工作上，曾经就觉得后学就觉得说，哎，这个好像也没什么，然后呢就觉得说好像就是该这样子完成就对了，还是怎么样。然后我们就会就像刚后学讲，就是会忽略旁边。可是曾经有个客户就跟我说，就有点批评，就说你怎么会这样？就像我们觉得说有人忙起来，可能就会不顾着其他的一个旁边的人的感受。然后呢，后学那有人这样子提点我们，然后后学也觉得说，有人这样讲，有人在会注意到哦，不是说没有人注意哦。然后呢，后学就觉得说，那我们可能就有人这样说了啊，后学就会先想说，我们要调整。那过了很多年之后呢，因为其实中间我们就有多经过一些学习，那很多年之后呢，其实在一样的工作、一样的职场、一样的环境，那工作内容也没什么变化，也就是这样子。可是呢，往往我们人，我后学自己也没有觉得说有什么改变。可是呢，曾经也是有一个客户也来也就是在电话中跟客户因为我们有时候可能就是长期合作久了，大家都知道就认识，然后一样在电话中曾经有个经验，就是有个客户也跟后学说，你最近变得很不一样哦，好像感觉轻松很多哦，就是那种语气会给人家感受的就会不同。所以其实我后学觉得说，我们所表现出来的，除了我们所有的言行举止之类的，会给你周遭的人，你都会有一些感受。那所以呢，我们不能说，我们只是一个平凡的众生，好像没什么影响力。所以我们自己呢，其实就是要在小地方从自身做起，然后其实不管有没有对别人有影响，只是我们自己累积起来，对我们自己也是有好处的。然后甚至这样的一个感受，我们也可以去影响到周遭的人。所以我们不要小看说我们自己的，好像讲出去好像没什么，好像不太会影响到什么样的情况。可是有时候往往不是我们去想象的一个结果。然后呢，就是所以呢，其实修行就是最大就是也是就是在修炼我们的脾气毛病，就是要看我们的这个功力到底够不够。对，那后学觉得说，其实就是所谓的脾气，就像刚刚讲的，可能有时候我们就会听一句话，就是怎么听就是很不顺的，就是很容易把你的那个无明火给掀起来，就很奇怪。然后别人讲，有的人讲，他就一样的事情就是不会。那所以呢，我后学也觉得说，是因为我们自己的功力还是需要做一些调整，然后你慢慢的才能会去接受任何的声音，任何的
事情，让你不会到有所谓的那个起伏。对，后学有时候是觉得说，后学其实有时候在外面并不是会发脾气，可是有时候你会觉得听到不太入耳，或者是你觉得不太很舒服，或者是你有觉得观感不好的事情，其实你心里其实就算你没有把它发出来，可是其实你内心很清楚，你是有波动的，你这个心是有起伏的，会有波动的。好，所以其实就像说以养生的角度来看，所以我们修养、修身、修心也是一种对我们的健康非常有帮助。因为我们的心如果起伏不太大，就不会让我们有太多的一个不好的负能量产生。那对身体健康一定是很有帮助的。所以其实有时候呢，吃点亏啊，还是怎样啊，只要不要影响太多，其实就没什么太多事情。人家也说吃亏就是占便宜嘛。其实往往想想，没有什么事情是完全正确或完全不对的事情啊。那也没有说什么吃亏啊就不好，也不会是这样。然后，所以其实也不用太在意这些杂事小事啦，对。然后，所以呢，时时刻刻啦，其实修行好像感觉有点严肃啦，可是其实就在生活中，其实你不管整天这样的一个时间，其实这样度过也是这样在修行，只是说。也不用太严肃的去看待，只是说就是在平时中，然后让我们这个透过这些学习，让我们的心量可以放宽。好，那在这里后学分享一个有一个偈啊，就是叫莫生气的偈，可能大家也有听过啦。那后学刚好在这边也念一下，给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人生就像一场戏。因为有缘才相聚，相扶到老不容易，是否更该去珍惜？为了小事发脾气，回头想想又何必？别人生气我不气，气出病来无人替。我若气死谁如意？况且伤神又费力。邻居亲朋不要比，儿孙琐事由他去。吃苦享乐在一起，神仙羡慕好伴侣。祝大家也是修行如鱼得水，然后我们就能够像文末这样讲的，就是过得逍遥自在。好，以上是今天后学的心得，谢谢。感谢慧萍浅显跟我们分享啊。在他分享当中是以深视到他以家庭来做一个小的单位，父母亲的一个行为就影响了下一代啊，所以我们做父母亲的也要做一个很好的榜样。当然我们修持心性不外乎会影响到我们自身的一些脾气毛病啊，一定的。那我们在谈吐当中、言行举止当中，我们都会互相感染，互相去感受。当然我们不要小看自己，因为我们也是有影响力的啊。那接下来我们是不是可以请副处长？副处长在吗？副处长在吗？在，那或许来分享一下啊。喂，有听到吗？有听到，点恩师，傅连任啊，我们各位参与读书会的同修伙伴，大家晚安。那或许呢，今天其实针对我们师尊那个地公活佛的那个词训哈，应该很多会非常的浅显易懂啦。其实他苦口婆心哦，无非就是要
叮咛我们修行者，就是注意我们这一颗心就是这样的意思。那今天这个以身试道呢，是最好的教化在以前我们济公活佛呢也曾经告诉过我们我们那个慈训里面的提点我们从求道完之后立身行道的一个步骤啦，就要开始学道、修道，再来讲道，来那个到办道，再来行道。那今天就是行道的话呢，就是今天佛他提示我们叫以身试道这样的意思。学修讲办行，其实到会诊到最后呢，就是你要欢喜心的去行，而且要行得出来，就大家都能够看得到。那什么叫示道？我们叫这个示呢，就是有点说展示那个表现以外或者说示现给大家能够看得到，所以示现就是要能这个看得到才有那个示的意思啦。所以既然我们都知道说，我们已经求过道，我们知道说道真理真，天命真，那我要怎么告诉人家是这些什么都是真的，真的是有，真的非常好。那唯一的就是要能够把这个道呢，在我们自身，在我们身上能够把它示现出来，把它演绎出来，才能够说让你的周遭的朋友才能够说感受到说真的你说的道真理真天命真真的是不假真的是这是我们在要度化众生呢，替天行道呢，这是一个最好的一个工具啦，一个最好的一个方式所以所有白养弟子应该就是说反正除了是你用一张你会讲话，你去当讲师你说的非常好，这个也可以讲的大家都能够很发心其实到最后都是说都是轮椅用嘴巴讲而已让人家真的是看他能不能发心，就是看你是不是做得到。所以我们身为讲师人才其实最重要还是除了是会你会讲在讲堂上很会讲之外呢，你还要能够做以身示范这样子才可以那我们济公老师呢，其实他告诉我们说我们在示道的过程，其实他为什么他没有叫我们说要以身护道，以身训道那个就真的是一个大考真考在那个地方。但到那个时候，你真的就是以身护道，以身训道了我们的前那个我们一些前人们一些老前那个在大陆的时候很多的这些前人都是以身用他的示道方式，就是以身护道、以身训道的方式来给这个后学们一个很好的一个修办的一个以身示道的一个模范，一个典范那所以这些都是其实告诉我们说，你能够你以你的时空背景你去演绎一出白杨大戏你在演的过程就是以身示道那这些过程里面会碰到很多的一个关卡
大家知道一出戏如果说很平顺都没有那些起起伏伏的话，大概这一出戏很难，没有人会看啦。所以同样的，当你有机会以身试道的时候，一定是面临你的抉择，面对挫折或者面对顺考逆考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就是你试道的最佳时间点哦。那所以这个就是一定要我们，所以技工老师他会告诉我们说，你不管怎么样，你要以身试道的时候，基本功啊，你就是要能够随时的内自省。当你要是接受这些考验的时候，其实可能有84000个考，84000的考呢，都有顺考有逆考，那能不能当考来的时候，你能不能能够让后辈们让他有可以学习观摩的机会，就是你的抉择，你那当下的抉择是不是有道德一个展演在里面哦？那当你能够把这个道的一个道真理真天命真的那种真谛呢，把它在面对考验的那个当下，你如果把它展示出来，那其实那个就是世道的最高的一个角色啦哦。我们白羊道场里面就是每一个人都是一个演员哦。那这里面还有提到一点哦，就是修行就是要心量要扩大。那或许有时候在想啊，什么心量扩大？那心量一扩大到什么什么要往哪边扩大啦？有的心量一扩大呢，它是可能从酒色财气去扩大哦，酒量很大哦，这个财大气粗哦。那济公佛法告诉要我们的心量要扩大哦。其实对我们自己，就是说你的心量扩大，你一方面是能够包容别人的那种考验，对我们的考验哦。那同时也在扩展我们自己本身的一个心量的一个视野，就把我们的视野把它扩大。别人来考验我们，其实也是一种扩大我们心量的一个过程哦。有接受越多的考验，你的心量自然就越大。所以我们修行到底要怎么去扩展我们心量？其实就是面对所有的顺逆考，你不要逃避，你就是接受它，你就是以天心以道心来考量，你要怎么去因应当下哦，你那个智慧把它生出来哦，那生出来之后，当然就是最后自然就照见五蕴皆空啊。所有那些考验都是你当下你如果升起那种那种天心道心，你会觉得说那根本不是考验，因为你量已经这个照见五蕴皆空的，已经非常非常的大了。你所以所有这些对你的考验都是假的哦，才能够不把这些当做你的考验呐，那自然而然你就会过得非常的逍遥自在。那或许没有特别，就是大概随意的看到这样子，又想到这几点的一个心得跟各位前贤们分享，感谢。感谢副处长跟我们分享他提到我们在修道过程当中，我们常常听到田师跟我们讲学修讲办行学修讲办行这5个步骤。那其实在学道、修道、讲道、行道这当中都能够从我们的修为里面
我们的涵养里面去看出来，人在修，那修的过程当中一定会有所改变，所以我们曾经看到了以前的好朋友，好久好久不见了，那见面的时候，他就跟我们讲一声，哇，你真的不同啊，以前的你跟现在差那么多，所以从我们的身上就可以看出来，你是一个有修的人，有涵养的人，所以也代表了道就是世道，以身试道。那我们在度化众生的同时，我们也用我们的行礼来去让我们的朋友来感受，那相对的我们是有影响力的所以在我们修道过程当中，我们知道道真理真天命真，那老师也跟我们提到我们的心量真的要来涵养，那涵养我们的心量，事实上就是我们能够把我们的道气展现出来，我们走到哪里，我们就把它带出来，把道带出来，那走到哪里就让人家感觉到我们有道的存在了所以人家讲诚以中行以外这些都没有言语的用我们的行为来去让人家感受到。那接下来是不是可以请领任跟我们分享一下？领任在吗 ？OK， 或者在。今天老师词语就是说，以身试道是最好的教法，因为我们从得道修道，在佛堂当中，当我们进入佛堂的时候，我们看到老前辈子每个人的都觉得他们修的都很好了都是我们的那个模范了。其实说他们虽然老前辈子他们没有什么事，没有认识什么知识，但是所以就是说我们在修办道的过程，我们都是不断的累积我们的内外功但是最怕的就是我们自己的心性修持。那么人家有问你你修行前你家财归你但是呢我们生活要这里的心性是办修道修行，但是你修的如何呢？考验都不一样我们考验来的时候，那就是我们的课题了。我们在家里说你道场道家多么好，但是呢，你的家里跟媳妇不合，跟儿女不合，跟太太不合，跟先生不合，那你在修什么道呢？那这就是都是我们的课题我们没有把它修好，我们来一次还是要把这个功课做好。就像我们在读书的时候上大学的时候，你谁人修不够，你就会被当掉，你还是要去再补修这个课程所以无论在我们的家庭，在我们的职场在我们的周遭遇到的顺逆境，都是我们的功课，我们一定要尽量去把它圆满，把它做好这样人家跟人家相处，人家说这个修道修得不错你不这样是在修行。但是要说我们，因为我们在职场有时候要分个例子大家就是说那个出事的人怎么这么斤斤计较呢所以我们的心量一定要大，不要只是为了那个小利所以那个注释里面有讲一句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我们要是君子我们一定要讲这个义
但是我们要是说讲到这个力呢，因为而且我们现在是在家修行，一定要有力啊，一定要有福报啊，但是我们就是说该赚一定要赚，啊，不要斤斤计较，这样子，不然人家就要说看到我们，有时候我们遇到这个例子的时候，在跟人家争吵的时候，我们就会发脾气啦，遇到那个逆境的时候，我们脾气就崩解就出来了啦，听到不正听了就崩解出来，我们就破功了，是不是？所以这就是说我们在考验，所以我们就是说而且我们发了脾气，后面要讲，要是说我们都认为是他人的错，因为在第二品有讲了，相处见己过，医德即相当，常见己之过，以道则相当啊。因为事情发生了，我们就是遇到事情，我们就是要虚心去把它完成，去把它做好，然后我们发脾气了，为什么我们发脾气？因为每个人对事的看法不同，他有他的观点，我们有我们的观点，他有他的立场，我们有的立场，我们怎么做到去圆满？那这就是我们的功课。讲很容易，要去做到非常的不困难，不容易。但是我们就是既然是人，一定也有所不足。但是以前我们要是说发生一件不愉快的事情，我们一个礼拜，才可以把我们的心摆平。那我们现在呢，修到现在我们3天、2天、1天，这样就把心摆平，那我们就是有进步了。我们大家是朝向那个目标在进行，这样子，所以人家说吃亏就是占便宜，但是我们真的能够真正我懂会吃亏吗？说的很容易啦，要做到其实都不能，因为我们每天所争的就是福报而已。我们将生死世道的事呢，把它看得很小了，而且把福报看得很重了。我们不能够福慧双修了，福也重要，慧也重要，因为我们还是在修嘛，大家都朝向那目标去进行了，而且我们要说遇到有争吵的时候，我们还在说别人的过错，那我们的错误就更大了，是不是这样子？所以就是我们一定要把它做的遇到事情我们就是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一定不要发脾气，要学习那个张在兴讲师在讲的，要善结感恩，讲很容易，但是大家只要朝向那个目标就可以慢慢的学，慢慢的做，这样我们就能够达到这个目标，所以呢，以上呢，也就是或学，下面还有一段呢，就是说我们修行就是在二六时中，只有时中就对了哈。咱定要涵养咱的内心啦，有容乃大，咱一定要有迄个，容纳一切，咱尤其咱会当行深，心经咧讲行深破这破入面都是照见五蕴皆空啊。行深就讲咱一定当有迄个大智慧、大气度、大胸襟、大格局、大的眼见，咱有必要咧，咱有法度呢，伫这个开了这个大法术的条件啦，咱才有法度会法度人去度着咱的这个兄弟姊妹，上了这个法术啦，安尼，咱唔只会当照见着五蕴皆空，会当度一切苦的，才会当过得逍遥自在啦。那么以上就是佛学的心得感恩感谢领任跟我们慈悲哈。那点师在泰国，不知道可以收吗？跟我们慈悲一下。点人师在吗？
副处长麦克风关掉，副处长。喂，严师，嘿。咱各位前贤哦，大家晚安哈。今日呢，咱大家真踊跃吼，针对着今日咱老师的主意，大家拢分享甲嘛真好啦吼。当然，伫修行来讲起来，尤其是今日所讲的，应该是较针对了伫咱的内修。当然，大家无迄个意见呢，应该就无法度人去分享。所以讲伫修道这段时间来，大家对着道理的体会呢，应该是真正深得着。那当然，深的当中呢，拢会当甲应用伫咱日常当中。无论讲是伫道场啦，还是讲伫咱的家庭啦，还是讲是在我们的职场，其实讲起来，修行学道呢是在日常。那么呢，啥物所在拢是道场，毋是讲来道中咱甲做好就好啊。咱毕竟就是讲，到处拢是一个道场。安尼呢，咱是真正伫咧修行。那随着大家人对道的认识，福慧双修，那当然伫会的内底呢，嘛显示大家人对内在呢，会使讲当中有咧心性用功夫啦。当然伫咱即间修行呢，大家的宗旨拢了着。办道的内底袂当无修道，伫修道的内底袂当无办道。这就是咱即间白羊应运呢，以修道的即个宗旨啦。咱既然修道，袂使讲咧求福报，袂当讲干那修福报，但是呢，咱一定爱福慧双修，安尼伫咱才有法度达到知易至贤啦。那当然，对于了伫内修来讲起来，咱唯有，因为咱菩提自性本自清净，就是讲伫咱六根是清净，伫六根促进、六根促成当下呢，来生出了着六识。那么伫六识的内底，形成了着心口意。那么呢，伫这所在有贪嗔痴慢疑不正见，随着咱的六根促进的内底，去互伊袂失去咱菩提自性本自清净。所以讲呢，伫这个所在，咱的生死不断，咱的喜怒哀乐不断，咱的七情六欲不断。伫遮就轮回生死啊！那么伫这当中呢，伫这个苦海内底，无法度人真正来甲伊跳脱。所以讲呢，伫咱六根促进的时阵，咱要安怎修护了着咱的本心。伫也别甲咱讲，但用初心得了成佛啦。但用了着咱六根清净的本心来应对凡尘的一切相。所以讲呢，一切相是清净，但是咱若无离开了着一切相，我们就没办法来离苦得乐。所以要安怎伫六根促进的内底当下，咱就有法度人见闻觉知。修好了就咱的本分，就没有后面的不足，嘛唔免搁下功夫去修啦。所以讲起来呢，伫咱人讲六根促成的时阵，了了分明，
伫当下内底，你是用清净的心，还是用善恶好坏、衰败、有钱无钱的心？这就是伫咱六根储存的当中呢，你伫迄个当下内底，你如何安顿了你的心？所以讲呢，这是讲伫迄个内修啦，这就是咱伫日常当中拢会当着毋知讲咱有法度咱伫这个六根储存的内底修诸本来无好的，拢会当变好，咱嘛袂去对落这个苦海。所以讲伫这个五蕴六尘的内底呢，嘛有人离苦得乐等去的，当然这是看咱要安怎污泥莲花出污泥而不染呐，当然这就是咱大家共同呢，尽拢伫咧努力，嘛是互法呢伫咧快马加鞭努力的所在，嘛就是爱心性用功夫啦，因为时间都要上紧啊。或许就不再耽误。最后呢，或许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圣还如意，圆满福慧感恩。感谢田师跟我们慈悲那时间也到了那今天我们感谢我们顶前显跟我们打字感谢。那我们就到这里。这边，你讲。我们下个礼拜六是谈经，我们也是开视讯下礼拜六对，各位前贤，你要念慈悲，你要念慈悲你念慈悲，或者那个时候可能要去山上，要去阿夫因遐，所以讲呢，这届看是咱要家己学习，还是要延期，还是讲这届要暂停？过年节快乐。那这样就我们看大家的意思啦，再跟大家来做宣布。好，再联络啦，再联络好，再见。那等一下我们要诵经，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拜拜。感恩感恩点传师慈悲，感恩灵任，感恩护灵任慈悲，各位前贤，大家晚安。